我身後咧就係羅便臣道80號，係西半山咧一個冇咁舊嘅小區啦。而且咧佢配套完善，會所都好多嘢玩。佢咧有嗰個比較罕有嘅雙出入口設計啦，有半山嘅地段，而且咧平路行都係地鐵站。而且呢度咧大部分嘅單位咧都享有一個前面一個好開揚嘅維港景觀。首先喺大門入嚟啦，左手邊有個緊廚嘅位置。首先我哋睇客飯廳呢邊先。客飯廳咧就係好多客人好中意嘅一字形嘅設計啦。左邊係飯廳，右邊係客廳，擺嘢咧都比較方便。而且兩邊都有窗戶啦，可以做一個對流嘅作用。咁我見到飯廳呢邊咧個空間都比較好。其實咧如果連住廚房咧做一個開放式廚房咧，空間感仲會更大。嚟到客廳呢邊啦，客廳咧雖然有啲鑽石型嘅設計啦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佢就翻外面咧可以望到出面嘅維港景觀，咁實在擺嘢咧，其實都唔會太大影響。咁我哋嚟到廚房嘅位置啦，廚房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咁如果重新裝修咧，兩邊做晒櫃咧，其實儲存空間咧都好多嘅。好似我頭先咁講，其實呢度咧可以做一個開放式廚房，連接住後面嘅飯廳位置咧，咁空間咁大啦。咁咧後面咧仲有一個工人套房嘅位置。成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1000尺多一啲，3房1套嘅設計，連埋個車位。咁咧右手邊咧有個客廁嘅空間啦。咁啊好在呢個戶型咧係所有個洗手間咧都係有窗嘅，好多新樓都俾你唔到。咁首先我哋睇另外一個細房啦。咁呢間細房咧都可以望到出去嘅維港海景啦，同埋有啲窗台嘅位置可以利用。我哋再參觀另外一間細房啦，咁呢個房嘅空間感都比較好嘅，可以放晒床啊、衣櫃啊同埋書枱3件頭。雖然呢間咧就冇一個好靚嘅海景啦，但係勝在向南咧個景觀都幾好嘅，而且成個戶型咧都係南北對流啦，通風就比較好。我哋再嚟到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啦。咁本身咧主人房個戶型咧其實有啲唔規則，唔係一個正方形嘅。呢度咧係斜斜地嘅，但係咧好在咧業主咧就做咗一個櫃啦，一個衣櫃拉平咗佢。而家床咧可以放呢邊啦。咁每朝起身咧望出去咧，就一望到對面嘅維港啊同埋 ICC 嘅方向。